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7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创世纪41章14节到36节，雅各书第2章14节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甲行。使徒行传英文翻译做 Acts， 意思就是讲有足侪的行动，有真侪的见证。咱也伫使徒行传看到初代教会，因为基督徒的行动力、实践力，就被建立起来信仰的行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啦。会通讲是讲，若无行动的信心，就无有存在的必要。伫约瑟得到上帝的保守赐福并且领受到上帝的恩赐，会通帮助真侪人来见证上帝的能力甲存在。这个拢毋是讲的就煞，要有行动力的实际见证。伫创世纪41章14节到36节，安尼记载：埃及王派人去调约瑟来，因就赶紧去带伊出家。约瑟就剪头毛、收面换衫来见埃及王。埃及王甲约瑟讲：我有梦到一个梦，无人会当甲我解说。有人甲我讲，你听到梦就会晓解梦。约瑟应讲：这毋是在伫我，是上帝要将平安福气的路指示埃及王。埃及王甲约瑟讲：我梦到我徛伫尼罗河边，有7只肥个水的牛母对河里起来，伫路竹内面伫食草。对后有7只瘦个歹看的牛母起来，伫埃及地，我还毋捌看过遮尔恶的牛。这会瘦个歹看的牛母，甲迄7只肥的牛母食了，吞了腹了后，迄7只瘦个歹看的牛母，看袂出有啥物个样，犹原遐尔瘦个歹看。我就醒起来，我阁梦到一丛麦有7丛水把个水阁好看的麦穗。后来迄丛麦穗阁出7穗的麦穗，拄阁甲互东风吹甲臭干。遐才会拍的麦穗，甲迄7丛好的麦穗吞落去。我将这个梦讲互叔叔听，毋过因拢无法度甲我解说。约瑟对埃及王讲：王的梦其实是一个，上帝将伊要做的事来指示王。7只水的牛母甲7只歹的麦穗指7年。好的麦穗这两个梦是同一个意思。遐个对后起来7只瘦个歹看的牛母，甲7穗拍个互东风吹甲臭干的麦穗，嘛是指7年，代表7年的期限。这是我对王所讲的，上帝要将伊要做的事对王显现。全埃及地会有7年的好年冬，后来有7年的歹年冬。甚至埃及甲全国拢袂记得以前的丰收，全地会互饥荒来毁坏。因为后来的饥荒会真严重，煞袂记得以前有丰收。王两遍的面梦是上帝在指示伊决定要做，佮真紧要完成的事。所以王就拣一个聪明佮有智慧的人，派伊管理全埃及全国。
王阁着派官员管理全国。第7年好年冬，埃及全地收成着抽一分，请王命令因收集好年冬收成的5谷，即住伫七村，派人管理，通做逐个城的粮食。积聚起来的粮食，通做埃及全地将来7年饥荒的路用，才免伫这个国家因为饥荒来灭亡。伫约瑟的信心完全显露伫伊的使命甲伊的行为顶悬，就算拄着困境，去用关伫监内底，伊犹原坚定倚靠上帝。雅各对信心有非常严格的看法，伊认为信心若无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雅各书第2章14节到第26节，兄弟姊妹，若有人讲伊有信，毋过无有行为来证明，有啥路用？迄款的信敢会救伊？恁中间若有兄弟还是姊妹无衫通穿，三顿无通食，恁简单对因讲，祝你平安，着穿好烧，着食好饱。毋过无降及伊肉体的需要的物，这有啥路用？所以只有信心，若无有行为是死的。毋过有人要讲，你有信心，我就有行为。请你互我看无行为的信心，我就用行为互你看我的信心。你信上帝只有一位，安尼真对，连鬼嘛信，甚至惊甲皮皮喘。你若会晓想，你要爱知无？我无行为的信心是无路用。咱的祖先亚伯拉罕献家己的囝以撒伫祭坛顶，敢毋是对这个行为，互上帝看伊做义人吗？可见信心甲伊的行为做伙运作，信心通过行为才完整。这是应验圣经所讲的。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为安尼上帝就算伊做义，伊嘛称上帝做上帝的朋友。可见人受接纳做义人是对行为，毋是单单对信。基督拉合的情形嘛是安尼，伊接纳以色列的使者，帮助因对别条路逃走，安尼伊敢毋是对行为受接纳做义人吗？身躯无气是死的，信心无行为嘛是死的。虽然安尼，雅各书的论点并毋是讲亲像法利赛派的人所讲的行为称义，乃是咧强调信仰的实践。严格来讲，信心甲行为是基督信仰的一体两面，欠一项袂使。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我的心神仰望你，我的上帝，我信靠你。毋通互我失败直到见效，毋通互我会对敌因为赢我来看口。所有听候你帮助的人，一定袂直到见效。为拄着见效的是遐会无缘无故背叛你的人。上主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将你的道教示我。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，教示我，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我规日听候你，上主啊，求你会记得你怜悯甲慈爱，因为你对古早就安尼对待人。求你毋通记牢我少年的时的罪过甲过失。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，因为你的恩惠会记得我。因为上主良善佮正直，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，伊要用公平引带谦卑的人，用伊的道路教示谦卑的人，守伊的约甲守伊的诫命的人。上主要用慈爱佮信实来款待因。恳求主帮助阮，用坚定的信心来军队，来领受上帝的呼召。
无论拄着甚物款的境况，拢会当伫生活顶悬、行为顶悬显露阮的信心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